高雄市一名江姓的男子呢，伊弄死妇人人，伊即摆甲对方调解了后呢，家己向保险公司啊要申请160万，不过保险公司认为啊，伊有数毒的习惯，所以无爱赔。这个江姓呢，伊就去甲告啊，甲法院告，法院即摆嘛认为讲，其实发生车祸并毋是因为速度，是当时啊速度伤紧，所以嘛认为讲保险公司败诉，爱赔这条钱。 何建人行对机车头前，去落来抗物件时，一台驶前进的轿车向冲过来，对后边弄一个真正人，何建人不幸互弄死。一撞到我也一下子心很乱，先报案，然后叫救护车。车祸就发生在113年之过。 西港的查甫驾驶经过6股三边道，为着要超车，将车驶入一半车道，也毋过驶上紧，加上无注意到头前的状况，弄死负责人。后来个家属达成调解，不过保险公司拒绝理赔160万。后面我就发现，旁边有两包东西，刚来就来侦查，来查这样子，就发现那是毒品，对不对？对，他们是说这样毒品。原来驾驶防测到阳性的毒品反应。 保险公司就主张，赛车食毒或者是食违禁药物，就免负责，拒绝理赔。西港的男子提起诉讼，法院判保险公司必须理赔。原警证称，原告并无意识不清、精神不济等情形，保险事故之发生可能系因原告超车不当、车速过快所造成，难认与原告施用毒品有因果关系。法院认为，保险免负责的前提是因为食毒地数以外。 毋是保险前有食到就拢免赔，自前换车道到弄着人，敢若短3秒，认定是掠车掠了无好势，驾驶上紧才会造成车祸，所以判保险公司败诉，专案可以当上诉。Hello， 我是雷亚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